旅遊規劃、寫程式全自動、設備、代理式 AI， 點樣成為你嘅全能助手？大家好，我係 Philip Sir。AI 唔再只會答代理式 AI， 自主決策嘅時代嚟啦。代理式 AI 係乜嘢？你嘅智能代理人時代正式來臨。Philip Sir 今日要同大家傾下近期最熱門嘅代理式 AI、Agentic AI， 佢咪只係被動回答問題，而係能夠好似真人助手一樣自主決策、主動出擊，幫你搞定複雜任務。係代理式 AI，versus 傳統 AI 差喺邊呢？傳統 AI 係搖 ChatGPT， 好似問答機，你問佢答，但係代理式 AI 更加似專業代理人，會根據目標同環境主動思考、規劃步驟、執行任務，甚至反覆優化結果。講咗實際應用案例，一個旅遊規劃，你話想玩巴黎，佢會追問預算、天數、喜好，自動排行程、訂機票、酒店，全程互動調整。二、軟體開發，多代理分工寫程式、測試、優化，效率直接翻倍。三、企業實戰，西門子預測工廠設備故障，摩根大通自動分析法律文件，Mayo Clinic 輔助醫生診斷，亞馬遜個性化推薦，自下一訂單協調，係咪？咁點解代理式 AI 係未來趨勢呢？佢能夠處理多步驟、動態變化嘅任務，從生活到職場，徹底解放你嘅時間。係判你希望代理式 AI 幫你解決咩問題？留言話俾我知 ，Philip Sir。花多咩511679093代理式 AI、Agentic AI 趨勢、智能助手、自主決策、AI 應用、科技趨勢、效率提升、未來職場、人工智能。